呢位擁有商業同埋古典音樂學士嘅天才作曲家，竟然選擇擔任殘疾人士樂隊嘅音樂總監，用我嘅知識啦、力量啦同埋愛咧，將呢個上天嘅恩寵分俾唔同嘅朋友。除咗會無償地栽培呢班樂手，仲對發掘殘疾人士嘅多元才能有唔同嘅睇法。我話好多時我哋一樣技能係唔夠，你必須要有2、3隻腳。第四樣嘢係咧，係除咗音樂演奏之外，亦都可以用音樂製作。我阿 Sam 將會同香港共融藝術音樂協會樂也融融樂隊嘅總監 Shelly 老師對話，大談佢如何為呢班樂手創造不一樣嘅人生。今集嘅主角 Shelly 老師係其中2集特殊學校畢業生講出路嘅訪問嘉賓，潘子齊 Sandy、彭玉成 Hugo 同埋彭玉林 Jaden 喺音樂路上面嘅伯樂。Shelly 老師自小就接觸音樂，大學嘅時候更加考獲商業同古典音樂學士學位，但係佢選擇成立香港共融藝術音樂協會樂也融融樂隊，並擔任樂隊嘅總監，為不同類別嘅殘疾人士提供發展音樂才華嘅機會。點解會有呢一個決定呢？香港共融藝術音樂協會咧，宗旨同埋遠景咧，透過音樂咧去傳達呢個正能量，咁同埋一個愛啦與共融嘅信息。咁當然咧，人生當中有好多唔同嘅選擇，咁但係在於我嚟講咧，音樂係帶俾我無窮嘅快樂感啦，同埋使命感。咁所以我喺呢2樣嘢之後，其實我係選擇咗係成立呢個香港共融藝術音樂協會啦，同埋樂也融融樂團。咁對我嚟講就係帶俾我一個無限嘅快樂同埋使命感。有冇一啲嘢係好 tricky 到你去做呢件事，定本身你嗰個使命感驅使你呢樣嘢？因為喺大概5年前度啦，咁我有個機會咧，就係喺另外一個團體咧做呢個音樂總監。我有好多個機會咧，係同埋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啦，有肢體殘障嘅朋友一齊演出。咁同佢哋嘅接觸當中，令我覺得咧走呢條路咧，人生真係唔容易。同埋我認識咗佢哋之後，我就覺得自己係特別嘅感恩同埋感受。原因就係話，每個人生命當中都有唔同嘅路，而我只不過係比較幸運，係可以得到父母嘅愛啦，同埋有條件係令我係可以得到知識啦。咁所以我覺得呢個 calling 呼召係我需要係去用我嘅知識啦、力量啦同埋愛咧，同埋係將呢個上天嘅恩寵分俾唔同嘅朋友。樂也融融樂隊嘅成員中有不同類別嘅殘疾人士，包括失明、智障、自閉特色等等。成員精通不同樂器，並擁有英國皇家音樂學院8級以上嘅資歷。Shelly 老師作為音樂總監，如何安排樂團嘅訓練同埋演出嘅機會呢？其實咧，每一場嘅演唱會之前咧，我都會做準備嘅。例如我會做編曲啦，咁亦都會係出排練表啦，同埋係唔同嘅樂器啦，即係我要揾唔同嘅樂手嚟彩排之前，所有嘅樂手係必須要俾我聽錄音，因為我亦都有同我啲學生講過，我話你嚟得彩排，其實係已經預備好，就唔係你嚟彩排嗰陣時先諗你要拉啲咩音、唱啲咩歌，唔係嘅，因為咁樣係唔尊重其他樂手嘅時間。咁所以咧變咗每一次彩排之前，其實我會叫佢哋錄音俾我聽，係確保2樣嘢。第一，佢哋真係有練啦；第二，如果佢哋有啲乜嘢地方係需要改進，我可以喺彩排之前話俾佢哋聽。之前亦都係訪問媽姐嘅時候咧，媽咪亦都講咗好多嘢，就係話香港共融藝術音樂協會咧，樂也融融樂隊咧，個音樂總監係定期會幫佢哋接啲演出俾佢哋。去唔同嘅地方表演啦，又帶佢哋去外國啦，去錄音啊咁樣，去參觀好多名勝古蹟啊，咁佢哋嘅眼界都係開咗嘅。喺唔同嘅機會裏邊，有啲咩喺對你嚟講，對佢哋嚟講有咩得着啊？因為我希望佢哋可以咧係擴闊佢哋嘅人生。我諗我哋成日都聽到啦，讀千卷書你不如行萬里路啦。第二咧就係當佢可以擴闊嘅人生之後咧，佢哋嘅視野咧亦都會唔一樣。
係咁呢個亦都係緊要。咁同埋第三樣嘢咧，亦都係有一個好似文化大使咁樣啦。譬如話今年我哋啱啱10月份，新加坡政府就有個好大型嘅活動，請咗我哋樂團咧就過去演出。我哋亦都係香港唯一個樂團去到新加坡去演出嘅。喺4年當中，我哋演出咗差唔多50場演唱會啦。咁但係喺新加坡嗰個演出點解咁特別咧？因為其實嗰個係一個全亞洲最大型嘅一個同傷健人士有關嘅活動，叫做 Purple Parade， 係新加坡政府去做呢個sponsor 嘅。咁個個咧其實咧，即係每一個項目喺當中咧，都係唱英文歌為主。咁唯獨是我哋咧，就唱咗首廣東歌，仲要係原創歌曲，我寫嘅。當我想念你。咁當我哋唱嗰陣時咧，就好即係好超出我哋嘅即係想像啦。即係嗰啲新加坡人原來都好多係馬來西亞人啊，都講廣東話噶嘛。咁佢哋好大聲喺個觀眾嗰度就話好啊，係啦，即係喺度同我哋打氣啦。咁我哋所有嘅樂手啦，包括我自己咧，覺得非常之感動。所以做呢個文化大使都係其中一樣。我就知道你哋都樂團嘅成員啦，相處得好，都融洽嘅。雖然係嚴格啦，喺訓練當中，你哋嘅相處之道係點㗎？咁我哋相處其實都係一個彼此互相尊重啦。咁同埋係亦都有個群體嘅合作性喺度。因為喺樂團當中，如果你想突出自己啊，或者係唔聽人哋其他人喺度拉乜嘢，其實係唔得。咁所以我哋呢個係都一個培養，仲有大家溝通啦。即係群體性啦、尊重啦、專業啦，咁呢啲咧都係樂團我哋嘅相處之道。有冇一啲有趣嘅事，或者可以分享一下？我哋樂團咧就好似一個大家庭咁樣嘅，即係個個都係即係兄弟姊妹咁樣，好開心。咁我哋就去過唔同嘅地方啦。咁頭先講過啦，新加坡嗰次我哋唱廣東歌，有好多人拍手掌啦。咁亦都係我哋喺香港故宮咧，亦都舉行過今年咧2月份嗰時全香港最大型嘅為特殊學校而設嘅演唱會，咁係香港第一次。因為當時我哋揾學校參與嗰時，其實好多學校就諗緊我哋係咪要收費啊？係咪啲父母要買飛啊？咁我哋話我哋香港共融藝術協會咧係唔會做呢啲嘢嘅，所有嘅音樂會個飛係免費，係派俾有特殊需要嘅朋友同埋佢哋嘅家人，同埋一啲慈善團體同埋我哋嘅朋友係。所以當時我哋揾學校參與，其實好多學校團體都係覺得好詫異，係咪真係冇報名費？我話冇，肯定我話係咁呢個咁同埋咧，另外一樣嘢就係我哋樂團其實好多時亦都會咧，譬如話2月份故宮演唱會，我哋係同其他學校都會有呢個聯演嘅。咁呢個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機會咧，即係除咗我哋樂團之後咧，同其他學校嘅朋友走去磨合。咁呢個係好緊要，因為點解咧？我哋點解會辦呢啲免費嘅演唱會喺呢啲譬如話好似故宮啊、M+ 啊、大館啊、海事博物館咧？其實我哋係想俾一個專業嘅平台，除咗係樂手之外，亦都係俾佢哋嘅家人了解到佢哋嘅仔女嘅才華。咁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有個母親啦，即係同我講，佢話睇完個表演，先至知道原來自己個女係做得咁好。因為好多時父母未必了解佢哋仔女嗰個真正嘅 artistic talent。咁變咗佢睇完嗰個現場嘅表演之後，因為係實實在在，唔係 AI 嚟㗎嘛，真係有冇真人喺度。係。咁變咗佢哋個感官係好唔同。咁有啲學校嘅校長亦都係。即係見到自己學校嘅學生原來咁有才華，咁亦都投放多啲資源去培養呢一啲學生。咁呢個正正就係我哋協會想做到嘅其中一個宗旨咯。我睇翻以往嘅報道啦，你其實都有無償去資助一啲例如話孖仔啊，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嘅朋友仔去學習音樂，再深造喎。當中個原因係乜嘢咧？因為我覺得好多唔同嘅學生啦，唔好話佢有冇特殊需要啦，其實係需要一啲專業嘅培養。好多學生去到一個樽頸位，佢係需要一啲專業嘅老師去啟發佢。咁所以點解我會係俾獎學金咧？某啲學生當然我個能力亦都係唔係話我可以好大量咁去做呢件事，但係我以我哋協會嘅能力咧，即係盡量係用我哋嘅資源係無償咁樣去培養佢哋，而學生們亦都知道我哋唔會要佢哋簽任何合約嘅，因為有啲團體可能要佢哋簽合約，就係話嗱，我俾幾多嘢你，你就必須要
打我哋個 logo 啊、廣告啊乜乜乜，我哋就冇嘅。我哋培養咗佢之後，如果佢係想同其他嘅機構去演出啊，或者係做活動咧，係冇問題嘅。咁變咗大家個心亦都係非常之係信賴咯，就唔會喺度估你究竟要冇啲咩嘢要俾我哋啊？或者係即係要我哋做即係咁樣嘅，咁變咗係咁，佢哋一個叫做信任係好緊要咯。咁所以就係點解孖仔啊，或者其他樂團對嗰個樂團歸屬感係咁高？我諗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係啊，因為歸屬感同埋呢個信任唔係淨係一兩日嘅時間係可以 build up 到咧嚇。咁同埋我記得晒佢哋生日㗎，佢哋生日我個個都會同佢慶祝。頭先講無償為啲樂手去提供一啲專業嘅提升，咁當然我就要諗到生涯規劃。咁你點樣睇即係呢一啲包括智障在內嘅特殊需要嘅人士啦，佢哋嗰個生涯規劃嗰個發展，同埋或者係父母對佢哋個期望啊各樣？我覺得其實要分開幾個層面去講生涯規劃。首先當然我哋要好深入了解朋友仔佢本身嘅能力啦，當然佢係有一啲嘅規範喺度，但係有某一些其實係有好多嘅 hidden talent， 即係隱藏咗其實我哋係唔知道嘅，去發掘。咁呢個我覺得係非常之緊要，因為好多時朋友仔喺特殊學校又好啊，或者係肢體殘障學校，其實就已經好似有個框框俾咗佢，你一定係去，譬如話係某一些嘅機構去做。咁我覺得喺呢個過程當中咧，最主要就係我哋係必須要花時間去了解朋友仔係咪有一啲嘢，我哋其實係未必發現到咧。譬如我哋頭先講開孖仔啦，阿 Jaden Hildo， 咁我最近咧就發覺有一樣嘢都培養緊佢嘅而家。即係佢哋其實對數字係好敏感。既然佢對數字好敏感嘅話，不如我試下去培養佢哋去睇下唔同嘅財經新聞啦，睇下佢可唔可以發掘到佢人所未知嘅一方面。咁誰不知佢哋兩個真係好勤力咯，日日睇財經新聞。咁其實佢未認識我之前，可能冇人知道，即係佢竟然會對呢一樣嘢有興趣。咁譬如話，我又有另外一個學生咯，本身係有一啲行為嘅問題。咁但係我認識咗佢之後咧，我就覺得，咦，佢一路學樂器好似都唔上唔落咁樣，學咗好似冇學咁。咁收尾我認識咗佢之後，就同佢傾偈。咁我發覺，咦，唔係喎，佢演奏方面都好有呢個very musical， 好有音樂感。咁我就俾啲目標俾佢啦。咁我就話俾佢聽，嗱，你如果想入樂也融融樂團，係必須要有8級。如果你冇咧，我可以俾你試1-2次。但係你冇8級，我係唔可以俾你做恒常學生。咁呢個小朋友咧，佢13歲、14歲，如果成事嘅話，佢係有機會喺1年之內由0級考到8級。咁所以我喺同唔同學生接觸當中咧，其實首先要了解究竟佢能力喺邊一度。我會同學生們講，我話好多時我哋一樣技能係唔夠，你必須要有2-3隻腳。譬如我同孖仔佢哋都會講，我話你音樂其實你已經達到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但係咧需要多2樣嘢，一樣咧就係攝影，因為佢哋中意攝影，較大嘅特殊學院亦都非常之好啦，即係有機會俾佢哋去做攝影啦，咁呢個係一個非常好嘅事，可以培養佢哋嘅攝影方面嘅專業性。咁第3樣嘢咧，頭先我講過咧，就係佢哋對數字經濟方面嘅數字係非常敏感度高，咁呢個就要好長時間去訓練啦。咁同埋第4樣嘢咧，我哋樂團而家咧都會有自己嘅一個總部啦，部係一個平台咧。我希望咧係可以訓練到我哋嘅學員咧，係除咗音樂演奏之外，亦都可以用音樂製作。因為佢哋如果係貿貿然去音樂製作公司，其實可以得到嘅機會係唔多，甚至乎係冇。咁但係如果既然個總部係我哋自己本身，同埋係嗰個儀器係我哋協會去添置，有個屋企喺度。咁可以俾佢哋試下做音樂製作，咁呢個亦都係第4隻腳，好似張台咁咪有4隻腳啦，咁啊可以穩穩陣陣。仲有就係我覺得喺父母嗰方面都好緊要。其實我花咗好多時間，除咗係對住我嘅學生啦，就我亦都係花好多時間要同父母去溝通。我本身作為佢哋嘅老師，我發現佢哋有邊一方面係有機會發展，不如考慮下啦。咁但係好多時有啲父母係唔係好接受嘅，因為佢哋可能自己有一套，亦都係因為太愛錫佢哋嘅仔女，成日驚佢哋會受傷。咁呢個我明白理解。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如果我哋係唔去做呢一樣，行呢一步，起碼令佢父母知道嘅話，咁個小朋友就一路喺一個
好狹窄嘅環境嗰度長大成長，到佢終老。呢樣我講另外一樣嘢叫放手啊。係啊，好多父母放唔到手。我哋自己都做一啲教育嘅，都話放手係好重要嘅一件事，對於佢哋個發展啊，日後嗰個將來嘅出路啊，都好有幫助咯。我訪問過一啲嘅家長，佢哋個仔女會有咁好嘅成就，係因為個父母放手，識放手。係啊，咁所以就肯去俾佢做唔同嘅嘢咯。即係你要叫人哋共融嘅時候，我哋放手俾佢接觸多啲個社會。嗱，你講得非常之好。呢個正正就係我之前同過一個父親講，我話你淨係擺佢喺一個狹窄共融入邊嘅環境係冇用嘅。你要真正嘅共融係要放手俾佢出去個世界嗰度。即係好多時父母係好想保護自己嘅仔女，但係呢個亦都可能係規範咗佢仔女嘅發展啦。之前我有同過一個我嘅學生傾偈，我話點解你淨係同阿 Shirley 老師傾偈唔得喎？你要同呢啲父母傾下偈先得喎。咁佢俾我嘅答案好簡單嘅。諗都諗唔到佢人仔細細可以諗啲咁成熟嘅答案嘅。佢話：我點解唔同我父母溝通？因為佢哋已經有一個前設喺度，意思即係佢已經覺得佢係特殊學生，冇其他嘅嘢可以適合佢。父母有佢一套嘅思想，佢講啲乜嘢同父母溝通，其實係冇用。因為父母都可以用翻佢父母自己嘅思想去投入件事入邊啊嘛。所以佢就話：由於咁嘅原因，佢由細到大都唔會同佢父母溝通。我唔可以話個個父母都接受我意見，但係我會盡我個能力去同父母溝通。起碼我作為佢哋嘅老師，我係想做我可以做到嘅嘢，去同佢哋父母希望打開嗰道門。因為好多時我接觸嘅學生，尤其是係自閉症學生，佢哋嘅世界其實得佢啫嘛。即係我哋要進入佢嘅世界，呢個係非常之緊要，而唔係要求佢去出嚟去我哋嘅世界。因為當佢感受到你係入到佢嘅世界，同埋係願意去聆聽佢講嘅嘢，咁佢先至會同你好冇呢個戒心地去溝通。咁呢個係緊要。另外一樣嘢就係講，永遠都唔能夠用一把尺去度。你話評級佢係智障，佢係自閉，咁但係佢嘅才華唔會因為呢樣嘢係設限咗㗎嘛。因為政府嘅評核嘅系統咧，佢係有佢嘅一套喺度。但係起碼我以我少少嘅作為一個老師嘅接觸啦，其實同學們咧、朋友們咧，佢哋嗰個能力係360，而好多時機構俾佢哋嘅評核可能淨係得10、30、36、10% 度，有好多嘅可能性，其實喺現時嘅機構係完全係忽略咗。咁我亦都可以俾你一個例子，我有一位嘅學生，佢政府嘅評核咧係評佢嚴重嘅初，咁啊去到中度，跟住一路係去到輕度咁樣。咁但係當我同呢位學生嘅接觸當中，我就發覺，咦，呢位學生嘅智商非常高，因為我俾唔同範疇嘅科目俾佢接觸，即係數目字啦，或者去到 science 經濟啦。我係唔同嘅範疇去試佢，我就發覺，咦，佢呢個真係360度非常之高智商喎。咁但係點會咁嘅咧？咁樣，咁我就覺得係好莫名其妙嘅呢件事。經過多番嘅努力啦，呢位學生其實係可以去到大學。我就唔淨係一位學生係有咁嘅情況，我有其餘2位學生都係咁嘅情況，證明咗乜嘢呢？就唔係單一事件咯。當然我哋唔可以講個個都哇咁犀利咁樣，唔係。但係100個人當中，只要我可以幫到1個或者2個，我覺得已經係一件非常之有意義嘅事。咁最後啦，有冇一啲嘅説話可以同路人講咧？因為呢個節目都有唔少嘅同路人睇。我諗其實好緊要咧，都有幾個層面啦。第一個層面就係，譬如我希望個父母咧唔好太早放棄，因為係需要耐心去慢慢去發現仔女們各方面佢真正360度嘅才能，唔係個個都話係可以即係飛黃騰達，但係需要無限嘅耐心，同埋唔好太早放棄，唔好擺咗佢喺學校之後就算。第二樣嘅嘢咧，我覺得喺特殊朋友當中咧，我哋可以試一試係去了解佢之後，就係重點去培養佢哋。咁呢個係好緊要嘅。第三樣嘢，我亦都希望咧，社企啊、慈善機構啊，任何人如果係可以請到我哋呢啲有特殊需要嘅朋友，而佢係有能力勝任嘅話咧，我希望佢哋喺工資嗰方面咧，係對佢哋亦都係一個普通嘅員工一樣。既然大家都係做同一樣嘢，係咪應該同工同酬呢？
咁呢個亦都係希望喺日後嘅社會上面可以多一啲嘅理解啦、聲音啦，同埋支援咁樣。我好多謝你啊，因為咧伯樂嘅支援係好重要嘅，孖仔又好啊，或者其他特殊嘅學生有你呢個伯樂咧喺呢一個當中咧去支援佢哋日後嘅發展嘅話咧，佢哋嘅出路會好唔同。再一次多謝 Shirley 老師接受我嘅訪問。 Happy New Year 嚇！ Happy New Year！